香港係一個被逼工作嘅處境啊，幾無奈，即係唔通要做到死。香港正步入超高齡社會，預計2038年每3個人入面就有1個係長者。2020年全港有58萬個貧窮長者，貧窮率超過40%。如果可以嘅話，梗係想退休啦，唔想做得咁辛苦啦。做到嘅咪做咯。你真係退休係無憂無慮，我中意食咩，我中意去邊度玩嘅，嗰啲啦我就叫退休。但係如果唔得嘅話咧，冇用嘅。朝早6點半，個天啱啱開始光。70歲嘅紅姐離開位於大角咀嘅屋企，搭地鐵去到幾個站之外嘅一個私人屋苑，開始一日嘅清潔工作。今日佢要負責3棟6層樓高嘅垃圾同埋打掃嘅工作。今年就70歲啦，先生有啲痛風咁樣，唔係好健康。另外啲仔女呢喺晒大陸，咁佢有佢嘅家人支出，又俾唔到我哋咧，所以有機會就出嚟呢度做下啦，就唔使啲仔女負擔咯。朝早整整3個鐘，紅姐佢都冇休息過。最辛苦嘅咁超收垃圾嗰啲啦，啲垃圾又重，自己唔夠力，啲一響垃圾就擰嚟擰去，又要分開逐一小包一小包嚟擰，所以就時間長啲。過去11年，香港65歲或者以上長者勞動人口增加咗2倍。由2011年嘅大約65000人增加到2022年嘅大約21萬人。就業長者入面有超過一半人從事低技術勞動工作，每個月收入嘅中位數大約係15,000蚊。紅姐每個月嘅收入係12,000蚊，佢嘅先生冇工作，2個人嘅生活費只能夠依靠佢一個人。另外，佢仲要照顧100歲嘅媽媽。租間屋都要5000幾蚊咯，咁你話唔做去邊度有啊？靠政府。如果2個都退休，就係單純靠政府呢啲，唔係好夠嘅。真係揾先至艱難啫，使錢好容易啫。特別是今年啊咁貴啊，真係追唔到佢個通脹。呢啲年長僱員佢係學歷唔高啦，咁係靠捱個體力，無奈地65歲仍然要捱住就業。一就係公積金嘅保障係不足啦，因為基於佢以往人工低，亦都未有最低工資保障。香港冇全民退休保障嘅養老金制度，長者退休之後主要靠強積金、政府福利同埋個人儲蓄生活。其中強積金制度係2000年開始實施。唔少長者同埋低收入嘅族群面臨供款不足或者冇供款嘅情況，導致退休之後缺乏保障。而第二就係嗰個租金貴啦，都會導致佢生活需要嚟緊有簡約公屋㗎啦，大概5年到就有簡約公屋啦。咁但係而家佢哋簡約公屋都仍然有段時間，加上第三就係醫療開支都導致佢係要即係要揾工。擔心如果有病啊咁啊，需要用多錢啊，去邊度有咁多錢啊？隨住年紀越嚟越大，紅姐嘅身體亦都覺得越嚟越吃力，因為冇儲蓄，70歲嘅佢唔敢退休，更加擔心自己會病。一病又返唔到工㗎啦，退休就冇可能退休啦，除非政府早啲俾間公屋我啦。凌晨3點半，小巴司機孫成一準時嚟到屋企附近嘅茶餐廳食早餐。67歲嘅佢入行已經30年，大家都親切咁樣稱呼佢做一哥。一哥經歷咗香港小巴行業最輝煌嘅時期，高峰嘅時候，佢曾經坐擁3條紅色小巴路線，手上面管理大約幾十架小巴。我最記得嘅，我哋第一個行西隧嘅咧。咁我嗰陣時咧就犀利啫，點樣講呢？即係由朝頭早7點鐘排隊排到10點鐘嘅工業學院，跟住香港大學，跟住瑪麗醫院。嗰陣時就3個地方都可以有聚到啲客嗰陣時。
即係如果你講嗰陣時嘅咧，最基本嘅收入最少嘅嚇，即係10萬8萬一定冇得走㗎啦。你而家想揾18000都咁辛苦，即係咁咯。6點15分，一哥由西環修打蘭街準時開車。呢條西環至到荃灣嘅路線係佢而家手上面僅存嘅路線。隨住香港鐵路嘅擴張，巴士線路重組，紅色小巴已經失去咗昔日嘅風光，客源大跌，生意亦都受到重挫。2023年更加成為咗疫情之後香港唯一載客量不升反降嘅公共交通工具。第一轉車過去得10個，翻過嚟得1個。咁如果我計成本嘅話，我來回嘅成本我要8個客。好啦，咁啊第二轉車過去又係11個啫嘛，又係11個。咁啊翻過嚟有4個啊，咁啊15個。所以你話個生意點？你話邊有得做啫？一哥早年為咗擴張業務，向銀行借咗550萬，但係而家小巴牌照價格暴跌，佢都孭咗一身嘅債務，每個月只能夠依靠長者津貼、個女俾嘅家用同埋自己嘅收入，勉強維持收支平衡。做到嘅咪做咯。你真係退休係無憂無慮，我中意食咩，我中意去邊度玩嘅，嗰啲啦我就叫退休。但係如果唔得嘅話咧，冇用嘅。如果你問我你唔做嘢咧，我覺得自己係廢人一個。我做4個鐘頭有200幾蚊，咦，幾好喎！一個月頭咁啊有6000零蚊，咁呢啲咧我就已經係好滿足。我覺得係好悲哀嘅一個香港嘅被逼工作嘅處境啊！喺外國唔係㗎嘛，外國就係你可以選擇工作、選擇退休。如果香港係號稱一個即係仁愛關愛嘅社會咧，咁政府係有責任點樣確保個老人記可以選擇我想有尊嚴地退休。